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赖永珍，也目前呢，我是担任一个正宗客家弦乐班的指导老师。也就讲，现在开始投入正题，就讲来介绍现在客家弦乐，就叫做乐器一条，做一个详细介绍。当然，迄个一个所谓个客家弦乐班弦乐嘛，叫做弦乐嘛，就是一听到有弦的基础的音乐吧，叫做弦乐。当然，弦乐都像像客家人唱山歌，没有用安尼弦乐弦的来配合。个然后呢，还有嘛咯，也就所谓讲一弦条，迄就讲弦丝个全部用。所以呢，最基本的两只基础迄嘛咯，即个叫做二弦。因二弦佢本身係主弦。當然講，因為二弦嘅音樂喺度呢，其實同國樂同係歌賦高賦係同樣嘅音域啦，音樂啦。所以個聲你看，係高亢，但是還有一個係嘛咯，也就是澎湃嘅，在個音樂度行、音域度行在。國樂度行係算二胡，同樣音域啦，同樣音樂。我看一聲就會較無重要。所以一兩種弦呢，係基本在個客家弦樂度行啦，當然啦，一條樂曲全部技術咧，唔對個樂器一當了解以後呢，然後就會轉到嘛咯，轉到客家人咧，就講八音嘛，因為八音呢就用啦。八音係喺人家過年喜慶嘅時節，我有客家當特色嘅八音。佢其主要東西都嘛咯，就係按照他嘅嗩吶。講到也是他嘅也他嘅當奇怪，也係人家嘅客家人特有嘅他嘅，在也他嘅階度有排他，有國樂他。但是呢，人家嘅客家人盤嘅八音度就係嘛咯，按照八音他、太他。所以呢，最重要係要稍微點搞嚟好然後一段呢順氣然後但係人家嘅盤呢要熟練所以他嘅在人家就會客家音樂度人家就弦樂度呢，八音度去佔到佢係主角。所以講呢，他嘅盤其他一個樂器去調頭去實，所以呢，人家嘅客家八音我要當有特色嘅味道。當然啦，也就介紹以後，還有一個最重要嘅嘛咯，最重要就係鑼鼓。講到鑼鼓其實人家就講嘅音樂之王係嘛咯，就係節奏。嗰個節奏咯，就係大板有料啦。所以叫咩啊？鋼琴鋼琴係音樂器之母同個音樂之王冇咁樣。你買個東西一定要有板有料，也就按照板也都能聊，所以半聊一板一眼，一半一聊一半兩聊一半三聊所以半聊之間冇亂提，半一定要大量嘅東西啦所以呢也就按照節奏，也就半聊。嗰然後呢，其他嘅東西呢，人哋講嘅整鑼架鼓一鑼，鼓嘅嘛東西迄法，人哋講整鑼點冇亂落，鼓嘅可以加咁大。也做得，打法也做得，但是鑼做唔得個，做唔得。所以呢，第呢人哋整鑼架鼓，一燒鑼丟鑼，一就係本人嘛，一個間奏嘅時間下邊用所以講人哋講呢，哪怕人哋講客家嗰種連扯一扯就節奏。一節奏無論打一定要當準，所以講你家是按你打法按你快不了所以講叫做整鑼架鼓，所以有一條節奏樂器配合落去所以人哋成個菜茶就會鬧熱。人哋嘅弦樂怎個好彈，怎個有板有料，然後呢，人哋八音度呢，怎個有嘅呢？所謂講不用彈起來，有一隻層次感所以鑼鼓嘅重要性就出嚟咗樂器就人家也介紹提
但今尾呢，因就想到介绍艺术嘛咯，台湾的线条，台湾的线条度吼有四体线条啊，体条就嘛咯，百家村啊。哦，遐百家村的吼，不管你客家也好，好路也好，所有也着飞机线的也好，嘛个摄影班啦，好多人摄影班，客家人的八影班，全部飞机，所以就迄个台湾的线条度啊，为最体条，那种百家村，哦，也下因就来，吼学习百家村。假如介绍都讲吼，因着来，今日来学习遐个百家村，也是歌呀吼。也是曲调啊，像百家村啊吼，才会按重要就是迄个切到迄英文的，差不多迄体调歌啦。所以呢，也着只看啦百家村，吼，速度毋使急吼，百家村只看啦。线条吼无大张，两支无夹，吼两支无夹，吼两关线，两根线。客家弦乐吼，伊也当重要的东西嘛。结果因遐太个腔板啦吼，一听了嘛，太个腔下基弦的，腔下到培养默契啊。你讲啊，就会太个之间的迄种默契啊。包括了食个节奏要进行个减慢，吼，然后呢，就基个弦呢，太个下袂动。基就弦，毋要提高基弦的时间，按样个去补食个呢。所以我话你讲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然后补也要会困难的，你讲，这唔会困难嘛。所以讲，伊咱乐好弹唔弹，只要看人家国势对亚条乐曲之间啊，吼，迄唔免有了然于胸，完全伫也是国外。所以你一说，一接胸下。迄个基础的弦呢，乐理就会越好弹，起码不用弹一段啊，弹个动感的。所以讲，我记得明显，运用很字，
强的而来从强，其做着伊个语音、发音，安尼看呢就个好谈，所以讲呢，呀，给某个东西啊，无乜个本意访问啊，起码咯，一天咧都多咧，我曲个说，我记得我曲个说。我记得伊个老先生啊，庆有名的王孙连老先生，伊讲伊百家村啊，从后山开始念到老啊，特别行路基本就会念百家村，做嘛都知道，越熟伊就越有办法本意嘅。所以讲伊个技术来，也在我曲啊，也同也普通一般的百家村无买同样，普通的一般的百家村就是跳带啦，噔噔噔滴噔。当滴滴答答，就安尼跳带的啦。但是下节滴答滴滴答答噔，哒啦啷滴当滴答啷哒滴滴答，也就是王孙连先生佢写出来乐谱啊。佢自己啊，7、8十年的嗰种功力啦，写出来的谱啊，伊个高本啊对就按去高本对啊对吧？所以来讲百家村全台湾省的，不管是好咯客家。全部也条过的，但是谈到搭3年百家村的弥陀佛公要买上涨的，佢就讲嘛，国产全市的功力都来到的，所以我就希望讲下两面，包括电视机前面的人的朋友将前面有咩重要，下两个几好一首歌的，一听曲力而垃圾速度然后呢，下个接机接到，人家讲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做到越有感的，越受老百发，技术乐曲就越远嘛，看叫就越过啊，对不对啊？所以讲也，如果也加介绍位百家村下条呢好好去演练任何条曲的重要，就好好的演练，安尼法让我大家规班的，大家乡下合作，安尼法当为好谈，所以呢，希望大家努力。也呢，讲到当然这个诗方面在他们文化因为你可以调废台啦，因为客家拜印度方每个讲喜庆场合的时间会用到的废台曲，来，也在诗方面废台，来。
你家谈的也废土研究出以后呢，吼，研究当然我提讲，伊在乐团中咧，夹个乐器的音色的特性从哪着个吼？安尼首先呢，先来介绍一下三片。来，三点呢，吼，咱来谈下耳弦，哦，耳弦呢就係嗰種上音色的特色從來。接下來呢，我哋就嚟談一下看下攀符嘅形式。所以呢个情况安尼翻呢，吼，因当我哋研究嘅艺术啊，吼，我都丰容过，吼，丰容过。
各位同学，特别人哋节目呢，客家弦乐嘅介绍表演呢，就多一个例子。希望呢，各位同学大家呢，对人家客家起球嘅客家弦乐、客家表演呢，喺個我喜歡，你希望可以呢一直延續下去。什麼嘢？汉字声。